自己一個喺外國湊 BB 嘅媽媽，減肥日記 Day 6，今日係11月24號。其實我有啲擔心啊，因為我食少咗嘢，結果發現 BB 嘅尿量比平時少咗，我真係有啲嚇親。因為知道自己餵緊母乳，我嘅營養啦、水分啦、狀態啦，全部都會直接影響到 BB。但係 BB 嘅健康係唔可以冒險，唔可以影響 BB 嘅水分同營養。所以今日我問咗自己一個好重要嘅問題：我係咪太急呢？係咪太逼自己呢？係咪太快要去減肥呢？尤其我依家仲要湊 BB 餵人奶，照顧屋企，所以我應該要放慢腳步去減肥。所以我重新提醒自己，減肥唔係節食，係要揀啱食物，要瘦得健康， BB 同媽媽都舒服。今日令我好深感受就係媽媽嘅身體狀況會喺 BB 度直接反映俾我睇，同 BB 真係有好深嘅連結。要活得健康先係最重要。今日同老公去咗 cafe 食嘢，喺澳洲大部分嘅 cafe 都係酸種麵包嚟嘅，所以好健康。晚餐我煮咗牛腩蘿蔔。今日就係咁多啦，聽日再見啦，拜拜。